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节，全台湾有真侪博物馆拢推出免费参观。伫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，佮特别推出2场库房的导览活动。这博物馆的核心就伫咧库房，库房就是咧替文物体检查堂修复所在，互民众有机会看到这文物是安怎保存，体会到文化资产的重要性。 库门一拍开，原来这是神秘的库房，内底有各种文物，拢是伫咧普通时较罕看到的。对目这类的库房来看，这个雕刻真侪花草的台湾古典的家具，或者红明床，是因为好野人因兜才有的。啊，若抓一册集类的库房，内底有侪拢是拖形的收藏柜，避免抓一文物受到光害破坏去。一个文物若要入博物馆的库房，就要经过几啊道的流程。其实是一个机房种地，像安尼啊。 一般人是无都入来看的，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想要互好奇的民众来知影讲，博物馆的文物进到博物馆之后，它怎么被规划、整理、保护这样子的一个流程。台湾历史博物馆内底有6间无共专业的典藏库房，超过14万件的典藏品，总共有1/3是民众寄付。来看这间复合在一类的库房，面积大约有108平。这间是专门咧典藏金属、灰亚、玻璃等文物。上特别的是内底还有自转车完整的演进过程。特朗志刚就表示，因为时代每一代富庶霸王，就亲像是即卖名车同款。伫迄日本时代呢，咱自转车有差不多10个牌子吼，但上有名就是富庶霸王，所以内底呢有展示出呢富庶霸王几啊台的自转车吼。太高兴了哈，因为对我来说有好几层的意义。一方面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台湾的历史，另外一方面我也能够更了解到对于一个要作为一个博物馆哈，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典藏这些鲜明的文物。 库房正罕伫公开，内底有多元的文物，标记无共时代记忆。5月18是国际博物馆日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才会推出限定的库房导览活动，提供民众更加挖近文物的机会，嘛借此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